1、2、3。这是礼拜特别开始，请回友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关叮当，请安静1分钟。
走吧。也我由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顺全，我过也我并无忧喘。这是咱来念信息，信息54首，同心阿罗上帝，信息54首，同心阿罗上帝，请起立听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母玛利亚出世，伫温柔以后到天来受苦，定是的死海中落英母。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就伊打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甲死人。我信圣神，信福同的报恩，圣道的相互，罪的赦免。有配多啊，因我的大名，阿门。请坐。一起来祈祷。
请点开启英文第30篇，也是圣经的箴言第8篇。智慧点播得着，伊伫路边悬地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进人啊，我叫你。讲地的人啊，变着袂晓得通答你。恁着听，因为我要讲的是好的事。伫摇花做坏起头。对永远对伫起头，袂有世界的先知，我已经受洗了。大山袂抓着，小山袂有的在先，已经生我。伊建立遮个天，说圆环伫青烟的顶面。河海听着界，河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彼仔做师傅，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打就听通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通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我命。你自我的，就是害家己的性命。这是请咱压头来祈祷。主你听人的天父上帝，阮今仔日就是伫你的面前，亲像登上圣山的主人，一路行来，心中也有野心，也有担当，但你保证阮行路，互阮离开尘世的喧扰，来到你荣光的所在。主啊，让阮仰望你，那亲像野头看山峦，凊知阮的翻山是对你而来。愿你的灵日日伫阮当中开阮的目睭，互阮会使看到你的荣耀；开阮的耳孔，互阮听到你的声音；开阮的心，互阮会单纯敬拜，谦卑一直领受。伫这聚会中，愿阮鼓乐那亲情的打路，愿阮的祈祷那通信任伫你的面前，求你借着你的道路扶持阮、提醒阮，互阮落山的时会带着你的力量，互着使命，转来到生活中来荣耀你的名。这是咱主的主导文来祈祷。愿你的你的那是你的祷告，你的旨意正，伫咧亲像伫天里，阮的心然后阮下面阮的保护，亲像阮下面互阮人，有你互阮支持，就叫阮管理迄个太因为我管理因果所行所有，代代我知，阿门。
即是来掀开圣经，历代志下20章12节到15节，以及以赛亚书40章31节。阮的上帝啊，恁无要责罚因吗？因为因无六项抵挡即个来攻击阮的大军队，阮也毋知要安怎行。阮的目睭全向你。犹大众人甲因的细汉囡仔、因的某、因的囝儿，拢徛伫耶和华的面前。迄时，耶和华的神伫公会中临到亚哈西，伊是利未人亚塞后裔马太亚的元孙，亚利的曾孙，比拿甲的孙，撒加利亚的囝。伊讲：犹大众人，耶路撒冷徛伫的百姓，甲约沙法王你，拢会听耶和华对恁安尼讲：无得因为即个大军队来惊来忍，因为即个交战毋是在伫恁，就是在伫上帝。就是根据以赛亚书40章31节，道我靠耶和华要得到新的快乐，因要亲像因照天势为权，因走也无样，行也无善，只是来赞美。圣歌中今仔日要赞美的保罗的诗歌是心吧恩主天国。
只是讲到咱请本堂导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心灵甲活动。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顶礼拜是全教会的培灵会，嘛感谢耶稣来到咱中间来勉励。耶稣伫顶礼拜有邀请兄弟姊妹有几个决志，有开始在做的，请耶稣。是讲。耶稣顶礼拜伫问所有会友，若有愿意的，请举手，一直台顶毋是翕一张相片。是牧师遮吼，若想要摕转去来填写家己的，请甲牧师联络。愿上帝帮咱，互阮伫教会内底继续得到造就，得到勉励，无祈祷也是读圣经会当伫正确基础，以及行往正确的方向去行。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会拄着逐种无共款的处境，咱拢需要学习才会去应付。比如讲，做学生的面对考试的压力的时，做学生拄啊开始的，通常拢会真紧张。总是做学生的责任，就是慢慢学习读册的方法，时间管理好势了后，伊面对考试的压力，就慢慢无，一切就愈来愈好。一般的人可能本来袂晓煮饭，也是洗衫的，毋过活出去了后，爱开始学习煮饭、洗衫。透过学习以及练习，就一定慢慢进步。本来的问题就无搁是问题。不过，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嘛有一寡的状况是超过咱本身能力的范围会当处理的。比如讲，忽然间身体出状况，突发性的经济上拄着压力，关系拄着紧张压力，工作上拄着真大的挑战，也是咱家己长时间受到困扰，却无法度得成的转弱，也是歹习惯。这个状况，咱自然的反应就是想要靠家己想办法去处理。因为咱所有的人拢共款，自细汉就受训练爱坚强、爱独立，家己的问题家己爱解决，无想要麻烦别人。不过，伫信仰的顶面，上帝常常互咱有机会进入搁较深的操练，就是承认我做袂到，我无肯定，我不能。承认家己做袂到，就爱完全把靠上帝。所以今仔日，咱要对历代志下卷20章的约沙法王来学习。伫面对无法度抵敌的大军队的时，约沙法知样去承认家己是有限，而且伊独独仰望上帝，直到上帝介入伊的战局。
首先，咱需要放弃家己的掌控权。第40记载讲，阮的上帝啊，约沙法的祈祷讲，阮的上帝，你无要积份因此无，阮无气力对抗遮个来攻击阮的大军队，嘛毋知影怎会做。毋过，阮的目睭全要仰望。约沙法的祈祷中间有3项的关键。第一项就是伊承认伊无气力、无才调去面对敌的攻击。第二项就是伊伫上帝面前承认伊毋知影安怎去处理。第三项就是将家己的目睭独单仰望上帝。兄弟姊妹，这3句话将约沙法带到领受新约的最佳的位置。我讲一遍，这个3句话的祈祷会当引带约沙法去到会当领受新约的最佳的位置。咱需要了解，就是靠家己无法度解决所有的问题。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爱承认，咱根本就无答案，咱毋知影怎样去应用。亲像约沙法共款，毋知影安怎做，兄弟姊妹，莫阁辛苦到要死，去做迄款家己根本做袂到的代志。做到真睿智，做到真实际。兄弟姊妹，咱啊，互上帝来做咱无法度靠家己完成的代志，互上帝引带咱去进展。有一位兄弟，伊侪年以来真努力，想要戒掉伊的歹惯性。就是拼暝工驶夜车熬夜啦，伊逐工拢晚困了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假日上班就无精神。伊真烦恼，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伊就去买一粒上介大声的原镜啊，调到真大声，一大早就哦嗨哦。伊为家己设定真严格的时间表，甚至暗时将手机啊藏伫另外一间房间，互家己无阁有机会送手机啊。毋过一段时间了后，当这个兄弟工作拄着压力的时，伊就搁再一摆到凌晨2、3点才去困。靠家己的意志力，会当做几工，毋过亲像掠风共款，忝到要半死又原原地旋转。另外一个兄弟，伊真认真甲家己讲：“哎，我莫阁发脾气啦，莫阁生气啦。”伊想要解决家己常常发脾气这个问题。伊就去到册局去买迄款帮助管理情绪的册来读。哦，伊真厉害，一个月读2、3本，读了以后，哦，感觉充满不满，我决志无要发脾气啦。总是等于开车的时，每一摆。听到后面有车按喇叭的时，伊就挡袂牢，伊就心肝生气，马上失去控制，因为后面的车按喇叭就挑起他的情绪，马路就变成赛道。
随梦逐摆受气了后，伊感觉真反悔。毋过，即个问题伫伊的生命中间直直原地打转。我以前有一个会友，伊伫小组的时，一个牧师一直徛伫即个正人的面前，伊甲大家讲是讲，我对今日开始，爱想要操练，逐天祈祷，读圣经了后，佮出门去上班。大家拢听到，大家嘛甲伊鼓励。上起头袂歹，伊拢照起工去做，总是若有一天困过头，也是无闲，也是因仔伫吵，伊灵修的时间就自动无去。伊逐摆拢甲家己讲，我明日爱要补起来，结果哪补哪完，到尾伊干脆就放弃。兄弟姊妹，这个经验互咱发现，靠家己的气力，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原地打转。直到你甲上帝讲，主啊，我已经挡袂牢，我尽一切的努力办法拢无效啊！你若无甲我帮助，我一定会失败。兄弟姊妹，你若愿意将重担交托，圣经记载讲，你一定会拄到圣神奇妙的作用，因为只有当咱愿意停止自我掌权的时，上帝才会当真正开始工作。新的款的 iPhone 伫发售以前，恁敢知影？真侪人半暝就去排队，为着抢到第一轮的手机啊！甚至有人提早一天、两天伫门口口伫等，目的就是想要徛伫上介好的位。最佳的位置，因为排队排到头前，就一定保证有机会，敢毋是？排队排伫头前，一定有机会。所以无论看演唱会，还是看比赛，真侪人拢想要抢迄款演唱会，还是球赛的黄金座位。黄金座位，因为冠军舞台是上介好的位置，上介好的位。伫上介好的位，毋是干那看到较清楚尔，嘛会当感受到迄款现场的震撼。所以无论去看宴会，还是参加大型的活动。大部分的人拢会提早几点钟去到现场去卡位，找一个无早到的角度来享受现场的气氛。咱若想要食好料的嘛，共款，食迄款人气的餐厅的座位是有限的。比如讲10185楼随意鸟的地方，你想要去定位，你嘛爱甲伊讲，我想要定迄个外窗仔的位，毋是逐工拢会定着的，你需要排队，因为上介好的位是人想要徛伫的所在。耶稣讲，因为无我，恁袂当最胜利。我靠上帝，毋是代表咱是被动，还是冷漠。我靠上帝，乃是决定用信心将家己放伫上帝的计划中。当咱坐碰椅的时，在座应该无人坐碰椅的时坐一半的。
坐边仔安尼坐一点点，应该无人是安尼。坐碰椅的时，无人坐落去了后，用家己的身躯来支撑自己的身体，应该没有，有的话也很累。坐碰椅的时，应该是将家己规身躯的重量拢放伫碰椅顶面，敢毋是？无人坐碰椅坐一半，安尼用家己的腿力来想要徛起来，还是坐一半。咱将家己规身躯交互这个碰椅，兄弟姊妹，我常常地讲，我靠上帝，却比起阮坐碰椅，却无信心。阮无完全将家己亲像坐伫碰椅的共款，将家己规身躯交互上帝。咱心内常常准备第二个计划，因为惊讲上帝出差时，我有第二个计划。兄弟姊妹，当对着大军队来攻击约沙法的时，约沙法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决意祈求上帝。顶解有讲？伊是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心情，不管安怎，我就是想要祈求上帝，因为面前的状况实在受严重。我甚至选择爱金石来祈求神，因为我知影，我需要听到对上帝听来的话。约沙法的顺序，拄着人生的问题的时，第一项，伊决意祈求上帝，包括用金石来祈求。第二项，祈求上帝的大心，是大心爱学了上帝，讲出伊过去奇妙的作为。讲出伊奇妙的慧力，搁来才提出家己的需要，伫上帝面前坦白承认讲，我无办法啊，我毋知影要安怎。兄弟姊妹，你是常常习惯靠家己的聪明？去祈求解决的方法，也是大心来祈求上帝。你竟有勇气伫上帝以及人的面前承认，我毋知影要安怎。伫信心、伫信仰的路中，你竟有为家己准备退路。兄弟姊妹，咱是真自然的想法，咱会当理解，就是真侪人真歹势讲，我毋知影要安怎，因为安尼讲实在是真见笑。你伫公司你无可能安尼讲，因为你安尼讲，别人就看袂起你。总是伫上帝面前需要有即款态度。我毋知影要安怎承认这个事实，是真困难，因为咱感觉家己有责任爱想出处理代志的办法。若我想袂出办法去处理，就互人感觉家己真孤光，真无路用迄款。这就是属血气的人。内底自然本性上一种的软弱，是想要得到荣耀，是想要受肯定的需要。兄弟姊妹，来到上帝面前，需要承认家己是无法度、无困难。主啊，你若无来帮助我，我一定会失败。
今日所读的经节第13节有记载，犹大众人甲因的细汉囡仔、因的某、因的囝儿，拢徛伫上帝的面前。听候毋是在浪费时间，听候毋是在浪费时间。听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希利有记载讲，对上帝得到的欢喜是咱的快乐。兄弟姊妹，撒旦上惊的就是基督徒，就是伊甲我，每一天拢活伫对上帝领来的喜乐。我搁讲一摆，撒旦上惊的就是基督徒每一天会当活出对上帝领来的喜乐，又个喜乐会当显明咱相信上帝的掌权。咱活出的喜乐的态度，就是咱相信上帝伫一切处境的中间拢得掌权。伫听候的时，拄着的试探就是撒旦会伫伊的耳孔的边仔，直直问讲：你倒刺激，即摆你安怎去处理？你想要怎样？啊是你的朋友直直甲你问讲：你拍算安怎去处理啊？直直问到真烦嘞！兄弟姊妹，咱三角来勉励，无论伫撒旦的声音嘛好，伫朋友的关心嘛好，咱爱用信心来回答讲：我要听候耶和华，看伊怎样去带我行。我要听候上帝，听候伊怎样去带我行。拄仔所读的以赛亚书的经节有记载，我靠上帝人会得到新的快乐，伊亲像雨鹰展翅上腾。兄弟姊妹，听候是一种快乐，听候毋是平淡，毋是啥物拢无要做，乃是一种信心。爱大声伫上帝兄来领受快乐，有确定了后，搁来行动。兄弟姊妹，大家拢用手机啊，你的手机啊伫充电的时是需要听候，手机啊无电，就啥物拢做袂成，无电。就无电，无电需要插着迄个充电器，插着了后，恁需要等待，爱听候，听候到手机啊充电了后，会当正常运作。听候耶和华的人会当着定心得到快乐。听候耶和华亲像咱的生命需要充电共款，听候了后，咱才会当有新的快乐去面对头前的挑战。第15节有记载，毋免因为遮个大军队行失胆。因为真正的胜败无在伫恁，是在伫上帝。面对真大的征战，毋免惊，毋免失胆，毋免惊吓，因为真正的战败毋是在伫咱，是在伫上帝。兄弟姊妹，上帝的答案永远拢是上简单的，人较复杂。
咱会需要知影的，就是即条征战，毋是我的，是上帝。这毋是讲咱会当离开啊，咱来了解面对征战的时，角色是安怎去分配。咱作为来读中文好哦，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负责顺服他的指示，神负责征战与得胜。这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记载的，毋免因为这大军队行失打，因为这征战胜败无在伫恁，是在伫上帝。所以咱伫生活中间啊，拄着困难啊，拄着征战的时，咱负责的就是顺服上帝的教示，然后听候上帝替咱去征战。所以若伫生活中，咱若拄着经济上的压力，毋免直直着急去挣钱，还是拼命去加班。咱大心爱祈求上帝怎样去引带。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嘛毋免着急甲对方辩论，谁对谁毋对，也是互相得攻击。咱是爱大心祈求上帝，互你合宜的机会以及话语来表达你的看法。面对工作也是事奉上的困境，嘛是同款，莫直直干那找人去参详，靠博感情来维持，乃是爱大心祈求上帝的指示教示，然后照伊讲的去行。最后，才会当进入上帝所授予咱的安抚。大卫王伫诗篇有记载一句话，真有意思的。伊是王，伊是满有气力的王。伊讲一句话，讲代志上大，超过我的能力，我毋敢去做。请问大卫王的气力比你较少？伊面对的征战，的经验真济，伊甲上帝的关系嘛真好，总是伊嘛拄着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去想。这种的态度就是这种讨棒。咱若承认讲主啊，我毋知影怎样去行，就算讲我知影，我嘛无把握，无法度得胜。阮的目睭全你仰望。这种的态度会当引带咱进入上帝的安养，互咱着逐项的困乏、困境、困难的中间得到讨伐。承认，勇敢去承认我做袂到，勇敢承认家己是软弱，因为这就是信心的开始。第二项是瓦靠，亲像你伫厝内面坐碰椅共款，将家己规身躯的重量拢交互这个碰椅。嘛，将你生命中间的重担交互上帝，毋免为家己留另外一条路。第三项就是听候，莫直直着急，用客气的方法去行动回应，听候上帝，直到上帝甲你指示，甲你指。上帝准。咱拄着遐的困难，拄着迄款超过咱本身的气力的困难，上帝本来的意思毋是要互咱崩溃的，
乃是互咱有机会学习归五义啊。可能咱大家拢共款，一世人大部分的时间拢我靠家己来完成，我工作、我教育、我家庭，逐项拢靠家己。若是拄着困难的时，咱会当学习归五义，因为咱本来就是无气力。咱若承认家己无能、无气力，就是上帝显现伊大权能的舞台。愿咱亲像约沙法共款，伫真正一开始就决意承认以及我靠上帝，承认家己是软正的，我靠上帝的大权能来面对头前的挑战，安静听候，直到上看见上帝亲自进入你所面对的征战，到较赢为止。愿意安尼做嘅，咱同齐讲阿免好无？阿免。听做人天父上帝，阮承认，阮伫你面前，以及面对世界的挑战的时，阮根本就无法度。主求你来帮咱，你若无来帮咱，阮就无气力，以及一定失败。求你来帮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面对头前的困难，无论是家庭、是经济上的，是工作、是事奉、是人生的道路，咱拄着困难试探，求你来帮咱，阮会当有勇气来承认我是无法度，我毋知影怎样去行。求上帝指示，嘛将真正的结果交互上帝，听候你的指示来为真理来征战。求你来帮咱，求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是来信息377首，有时咱会经过美丽亲情的好品，咱去有专首。你的心情何必？
请坐，即时来奉献。咱请邵希佑、邵希美同学。即是来报告，来看长冈属红澳洲主理罗志杰牧师、苏辉、林鸿修长老、苏平、林恩宇弟兄、交代苏贤、林香山技术以及林信光同学、新家人关怀、曾宇璇技术以及江慧玲技术、献辉是陈仲贵弟兄、北前亚群。林国宇弟兄，献西是信瓜丁，音控是王角贤弟兄，来义主流讲平一拜，主会因素以及奉献，请咱主人来关怀。来本会消息，第一，教会今日8月31号为圣餐礼拜，来义以及华裔是分开的，金灵社有蔡玉轩，以及张丽莹，以及谢玉伦。三人，有离社有蔡云修小朋友。一刚台语查语班讲评一摆，儿童主理学教堂进行。第二，请各团体伫9月14号进行提出时间计划以及预算财务组。第三，下晡1点要开小会，请相关的同工李万新来参加。第四。今年注意到题目，产孙之后，事事得进入必时保护个人名誉物件。伫产孙的时代，这只电单甲变压敏鸡排，这是一个北部一南部的鸡排，如何注意为依，如何名誉物件，让以色列进入一个最高安的时期。透过这两个鸡排构成神。要甲咱讲啥物呢？这两个鸡排故事，甲咱有何关联？欢迎大家做伙来深入就来学习。第五，邀请社会青年来参加遇到平民社会所有关的社青年恋爱。第六，今年度后下半年，青河小组定伫9月14号开始。
邀请教会所属的小组团体做伙来参加团领行列。并且9月14号举行庆贺小组开跑的仪式、授旗仪式，迄天为联合礼拜、新年主日以及儿童主日拢在分。第七，兄弟若车有停伫车道上，请配合礼拜六来刷车。礼拜六提醒兄弟将你的手机拍开，方便来联络。另外原本9月份要进行车道净空的这个时间呢，咱伫中午组有小会商议，所以讲最后有决议讲就是暂定，咱就该实施。即摆停车的方式就是以后的停车方式就是照即摆的停车的所在安尼来停。拜堂边拜堂边迄花圃旁边，遐嘛无开放停车，就是方便咱行人来行路这样安尼。关怀甲大道。第豫园之暝要定伫8月26号要赶伊开刀，请大道。第二，请继续的预定张立邦老师脑膜肿瘤来开刀，来开到豫园来大道。第三，伫厝调养的兄弟有谢惠美、马来金、柯玉、李玉元、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李米珠，以及第四段业务王文展弟兄的母亲。第五，请有教会1楼礼拜堂甲3楼礼拜堂的整建维修来方面以及大道。第六，请为泰山教会以及文化教会教士的发展来大道，求助补偿，引起本心教会方面报告。请朋友来自行关怀，若有啥物问题，请同代表组来反映。接下来本周金句，本周金句是伫咧诗篇74篇第69、第7节，做伙来读礼拜。因为我无给我做我的用，我的刀也无救我，道道理我救我，我是对的，互万的人变小。因为我无给我做我的用，我的刀救我，道道理我救我，我是对的，互万的人变小。这是来上映513首，请注意。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跳蚤，咱请朋友等跳蚤煞了后，才来离开。离开前呢，咱来行平安礼。我提醒朋友，咱若车有停伫车道的，请注意来刷车。
参加第二堂。